贪杯唔通超过，你兄我弟斗阵的无几个，短短的人生暂时照过，有缘的人才会来作伙。男儿走四方，也是孤独离情，五路英雄南北走三趟。第二杯敬大家，厝内兴旺满金条。三杯敬未来的路，同心手同调。啊，花花人生，你我最逍遥。哦，那老师哦有够骨溜，有够甜水，啊吼，这个对音乐吼，会当讲哦，有这个天分呐，会当讲咱迄个做影艺界吼，会这个不倒翁啊，所以我上感谢老师甲我写一条做《妈妈的撩魂》。我伫艺界30几年来吼，唱过遮侪条歌吼，靠路上界凄惨的、上忝的，就是这条《妈妈的撩魂》。哦，那咧录音的时阵吼，拢爱中断，因为老师这条深情的歌吼，这个歌词甲歌曲吼，写得非常的到位，啊，非常的入味，啊，所以这条歌吼，会当讲写出一寡咱时代人迄种的心声。老师会当讲物件足多的，写袂了啦。只要你若有啥物，伊迄个多元化，伊迄个讲7-11的，你听哦，也是讲人去炒菜，你要啥物咸正，要怎样伊拢知影你。比如讲，你要写演雅味的，你要写南管北管，甚至讲无人管，伊嘛写落安尼。啊，所以讲老师是足有天分的，佫天才啊！哇，这是国宝。感谢老师吼，啊，这个一路上来吼，啊，对我的这个照顾，啊，写遮侪好歌互我唱安尼吼。啊，直接感谢老师嘛，为咱这个闽南语这个艺界吼，写遮侪好歌吼。啊，希望老师继续佫甲传唱。佫甲写佫较好的歌，吼，后咱即个爱听台语的即个咱即个好朋友安尼吼，啊，直接祝老师吼，会当安尼身体爱保重哦，吼，祝老师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吼，更上一层楼，赞。用情的人将感情公放着放，就算正真苦楚，有怨无怨叹。爱着一个人，予伊幸福甲美满。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查甫人。相爱的人，将感情下这重，将我成分累累，有怨不敢扛。爱着一个人，予伊温暖甲平安。我是一个正港的男子汉，我感情。爱勇敢，都是命，百花如林芳。男人为情为爱，甘愿放弃美丽江山。论英雄过五关，斩六将，挽回一片江山。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
用情的人，将感情放放就放，就算吃真苦楚，犹原无怨叹。爱着一个人，予伊幸福甲美满。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查甫人。相爱的人，将感情下这重，情路伤痕累累，犹原不敢空。爱着一个人，予伊温暖甲平安。我是一个正港的男子汉。都是命，保花女人香。男人为情为爱，甘愿放弃美丽山川。论英雄过五关，斩六将，挽回一片江山。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我感情爱勇敢，都是命，保花女人香。男人为情为爱，甘愿放弃美丽江山。论英雄过五关，斩六将，挽回一片江山。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台语歌作词作曲的大师郭之仪、郭之仪老师，老师欢迎。郭正好啊，大家好。过去无论你伫无前也无后，一个出手就金曲奖呢。哦，老师这个记录应该真罕得人有咧。嘿，运气真好啦。无啦，无影啦。为咱这个台语歌吼，会当来做出奉献，绝对是音乐人的一个荣幸啦。入围就得奖吼，的确是一句鼓励的话。不过呢，实际上你若入到围，你就知影迄个万幸啊。吼，所以呢，咱真荣幸会当有这个机会，哦，这也入围，迄也入围，吼，啊，会当造成一个咱家己的一个荣誉感啊，继续为咱这个台语来发光发亮发热，吼。起初你敢是有唱民歌，啊，佫有得金韵奖。哦，对，迄个时阵伫无前发挥得嘛袂歹。是，金韵奖第一届我是高雄的代表重优啦，就是草根二重唱啊，我就是其中一支啊，是真荣幸伫迄个民歌时代哦，第二届，第一届入围重优了对了，啊第二届小港又是重优，迄阵是新歌姚后生新歌唱片因主办的嘛。真荣幸会当伫这个节目当中呢，算做屡安尼出现当然啦，有迄个民歌的洗礼，靠有今仔日咱直直打造闽南语的这个空间。尾啊，你退伍了后，就来台北发挥嘛。是。就组织现场演唱的二重唱。是。就伫西餐厅咧拍拼。尾啊嘛出华语的唱片。因为讲吼，各种的线路，你发挥拢真侪呢。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歌还袂遐尼盛行的时阵，是这个国语啦。国语的时阵，咱拄有迄个机会发国语一张专辑，迄阵嘛是二人组的迄阵就含我一个老搭档王尚宏阮两个叮叮当当嘛。这个白天做唱片，晚上做夜店，就这样唱片38年啊。无啦，但是迄个专辑吼。我呢，大家讲出来拢会知呢。是啦，我有话要说，这句话是足响亮的啊。是，甚至迄个时阵拄好陈志远老师的迷弟拄好入来咱台湾，大家人拢咧算迷弟啊，所以阮迄阵的音乐，就互一个国宝唱片公司刘阳武老师来甲阮发乐，
胡生啊老师啦，因拢讲一个音乐团体办完叮叮当当二重唱，我有话要说，这张专辑呢做上好的包装，上好的编曲安尼。迄个时阵对民歌出来到唱片，大省是民歌餐厅咧表演，比赛嘛得顶，就要唱有机会出唱片。这个过程吼，讲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应该是对家己真有信心，感觉讲吼，未来伫唱片界，我应该会当做无前做歌手做足久的。尾也是啥物款的考虑讲，幕后嘛爱兼咧做，还是讲幕后倒位搁较吸引你？主要是你是做唱片公司，毋是会当甲音乐呢，会当付诸行动，搁知影即个流行市场，即个夜夜笙歌，大家是拢咧耍啥物音乐？哇，果然和历史的唱片公司大不相同，所以咱有即个融合白天的这唱片公司的文化和晚上这夜店的夜夜笙歌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所以荷兰40-50年呢，拥有很丰富的这主管呐，会当活用，一直活用到现在。深度去幕后，伫唱片公司嘛是要对人进，嘛是要对师傅，也是讲嘛是要有人甲咱看、甲咱教。尤其是伫录音室内底，迄个时阵吼，甲你较有往来，也是讲甲你教较济，有倒一寡前辈。是啦，和编曲老师呢，大家人搁谈这个录音室的这 session player 倪芳来老师啦，尤景阳老师啦，这编曲老师Baby 啦，钟新民啦，因即马拢大家，所以呢，当时有下面共同合作到的编曲啦，一个技术的这个研究啦。想袂到讲，即马大家拢安尼变大家，所以咱有这影响，原来当参与到，所以变做咱即马原来加少会当什么音乐的项目，咱拢会当参与啦。像走较远的去到新加坡，也是去到这个厦门，咱拢有迄个机会做因的舞台音乐总监。所以呢，我感觉这就是讲多年来40-50年来培养落来的一个基础啦。我有话要说了后，你过几多年才出用台语艺名，过期过奖做专辑啊？这中间吼，你搁无用什么款的工课？拄到迄个时阵的这个闽南语这个台语原来足盛行的啦。一经讨迄经讨，我较发觉着讲，写台语的老师愈来愈写愈好，说吸引人啦。知影讲哇，这一个先辈这前辈，大家人安尼。功成名就，搁则拍拼咧为这个新歌手大家咧安尼吹潮。比如讲当年的陈雷啦，这个秋风啊，因这啦所以伫阮迄个年龄呢，感觉讲哇，这当红呢，吴家祥老师、许家良老师，作者蔡振郎老师拢会当帮因遮个中生代的这歌手来咧吹潮，咱足感动。我会当搭伫迄顺风车，咱也共同学习。学人为什么会写甲较好？咱去学，拢家己用时间，用真侪时间去研究吹潮。未出过期过奖这两体专辑进前，老师是已经有制作过台语歌，还是拢毋捌？有迄阵制作到的较零零散散啦，好几个有当时等一张啊，等两张，互咱小轻的啦、小可爱的啦，咱拢有做着。拄到这个徐福凯。迄阵明日之星拄大掉了后，伊第一届冠军了后落来，都和音源诶这个唱片公司，含这个百事来合作，合作了，因就甲这个重责大任就交互我，咱来制作。但是我迄阵和美华唱片公司是签10年的约伫遐，所以头家人林家凯呢，甲咱暗示讲，不要紧制作人，阮也无挡你财路，但是。你的制作人的名唔通挂起嚟就好啦，因为你约伫阮美华呢，这个人真有智慧，伊甲咱点，咱就知影讲小共做。同时徐福凯第一张，咱规张甲制作，但是呢，尾这母带后期处理，原来是我和徐彩翁，徐老师共同甲完成的。徐福凯日后去到华特的第一张、第二张、第三、第四、第5张，拢原来我制作的，个蔡嘉玲啦、郭庭允，曹雅文。拢小共，咱拢安尼甲帮忙有着的。百事唱片公司因咧做的是拢较新开，咱做，做到尾啊，我嘛渐渐去到厦门遐咧发展啊，所以甲这机会就让后壁的
曹俊宏老师啦，这个陈伟强老师啦，拢做得足好。一个心愿求天问地，多情人遐多，有缘人倒位找？阮活在窗边等甲天相陪。一轮明月，美丽如画，一个心愿。要甲你做伙，若真心爱你，就会无顾一切，因为幸福沿路一直对。人讲爱若头毛试花，试过才知真无底，只要共条心。天树会开花，人讲真金不惊热火，只要真心好好爱一回，前路感谢你的奉陪。心愿求天问地，多情人遐多，有缘人倒位找？阮活在窗边等甲天相陪。一轮明月，美丽如画，一个心愿。要甲你做伙，若真心爱你，就会无顾一切，因为幸福沿路一直对。人讲爱若头毛试花，试过才知真无底，只要共条心。天树会开花，人讲真金不惊热火，只要真心好好爱一回，前路感谢你的奉陪。人讲爱老头毛试花，试过才知真无底，只要共条心。天树会开花，人讲真金不惊热火，只要真心好好爱一回，前路感谢你的奉陪。老师，咱知影讲丹雷即马原来是天王级啊，吼，真罕得有法度甲搬请到。啊，因为你安尼甲邀请，接受咱的节目访问咧，讲恁的交情。恁从开始是安怎熟悉？哦，是啦，上早时阵雷哥伊都拄啊退伍转来，
啊，互因头家王在庆得到金元啦吼，王在庆先生哇真落，啊，就带去即个夜店平老爸，哦，就甲阮介绍哦，郭老师啊，这我拄啊签的，拄啊退伍的，即个吼叫做单雷，阮一个听啊，即个一定红的啊，一听到名就一定红的啊，即个人安尼散技落血，啊，唱歌单电才有力，哦，即个应该是未来真有前途。尤其奥运佫遮特殊，奥运特殊哦，非常即个我定定咧讲，伊啥物拢有孔金唇呐，哦，因为伊运用即个喉鼻之间的即个共鸣度，拢一款声，啊，咱一般来讲的是一款声嘛，吼，频率是安尼，啊，你讲的就较那带金属片安尼，嘿嘿嘿嘿嘿嘿，啊，这就是人有等下你身体的构造吼，伊即个耳鼻喉的这当中吼，特别通透敏感，就是讲伊较少像一般人啊，即一寡杂物会黏伫顶悬黏膜啦，啊，伊这人较袂，这方面可能耳鼻喉的这个当中吼，较属于保养得较好，所以伊的声音真有特色。哦，你看含秋风啊，小共淡吧，足容易的因的声都法度有这真假音的转换很容易，啊，所以这就是因的特色啊。先开始伫金园，敢若无啥机会甲伊合作。是迄阵蔡进南老师，手下2个学生，一个蔡秋风，一个单雷嘛。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因为中部起来甲台北，起来甲咱北部的时阵是我靠伫蔡正南老师的旗下，啊，慢慢出色了后，蔡正南老师呢，较甲因杀去即个金源遮，哦，啊，所以迄个时阵接手的就是邱方德老师，即马佮到即个中站，啊，吴家祥老师因徐家良老师甲因打造，哦，即马后壁接来就变我啦，哦，我就算有迄个缘分含雷哥呢。啊，进行差不多30几条歌。你上起草甲写的是倒一条歌？记无啥会起来啊呢？迄阵因为一张专辑伫华特的时阵，我甲一张写9条啦，啊用2个名啦，安尼啦，哦用我本名，佮用我的笔名安尼啊，啊郭正和本名，笔名是郭志怡，安尼来咧写。包括迄阵嘛经做者郑清怡老师的歌，啊可能较无着迄个味啊，无迄作品是拢足好的。哦，啊因华特唱片公司拣落来的歌，哇，一张10条，咱拣9条，佮另外一张10条拣7条。啊，我阵迄个时阵伫华特就甲因制作，因有6个较出色的歌手，王世贤啦、蔡秋凤啦、小燕啦吼，啊个即个叫做孙淑妹，吼，秀兰玛雅这6个。啊，除了即个小燕，咱无甲做到，因为伊迄张是即个吕晓东老师拢甲因签约的嘛。其他的5位歌手，咱甲做2年，迄2年因的伴唱带，因的叫做原声原影是拢交互即个杨森。哦，啊听伊华特的头家讲，杨森对因的反应拄迄2年卖了上好啦。啊，迄阵咱就知影讲，好是因为有市场性，歌手喏，你若甲做无市场性吼。曲高就好歌啦。你本来嘛开始制作幕后的唱片啊，啊，咱会想要搁讲，我用过期，我用过奖，连续出2块台语歌为主的专辑，嘛真轰动。19岁咱就已经入这个行咯，哦，啊，所以20岁我就帮这个罗文千里马唱片公司就甲因写歌咯，啊，所以伫这个当中呢，咱接触较早。所以呢，包括5等奖啊，咱啊做过评委，迄阵是咱台湾第1个歌唱比赛嘛吼。所以呢，咱涉猎的这个舞台平台，应该也无算少哦。所以咱吸收的一寡经验嘛较有。到40岁的时阵，较来出第1张这个做朋友身份斗阵，哦，迄阵是过期啊，哦，这个名原来是这个沈光源友善的狗，因这头家帮我号的啊，伊就嘛可能较信这啦吼。啊，第1张有赚到钱啊，马上第2张搁做，啊，搁换一个名，哦，变做前冠过奖，啊，咱做歌手也无法度含苦啊，啊，前冠足好听啊，迄阵他们金素梅，迄阵他们金素梅，哦，金素梅迄阵长水，即摆嘛搁足水啦，哦，迄阵还没对唱这首前冠呢，是我和我的师姐洪云慧老师合写的吼。有安尼好歌呢，头家就愿意加开一寡钱，请一寡
较出色的歌手来和咱对唱安尼。所以是沈老板甲你开嘴，哑巴新娘的主题曲。是沈老板甲你开嘴讲，你会当过来无情，但是我搁拼看卖，还是啥物人甲你邀请？哦，迄阵是拄好，因内底黄品源哦，拄好需要一首闽南歌啦，一首台语歌，啊，拄好咧找看有较摇滚的无安尼。啊，拄啊，迄个时阵，我拄啊雄雄嘛，坐一个足好的机会去互沈光元老师。沈光元早期就拢伫滚石咧做制作人，吼拢尤克里里也是拢因的杰作。所以呢，韩贤光老师呢真有量，就甲我邀请，讲无，我甲你的作品推荐来这个友善的搞好啊，没想到一拍即合。咱天良讲，这专辑的歌家己要唱的，是毋是？爱搁较下心情，你个敢若讲这条做朋友先困斗阵就好啊。甲即马，迄个副歌、迄个 melody 嘛，搁伫我的耳孔边，因为即句话足特殊的嘛。你是毋是想讲我家己要出来做歌手啊？要唱台语歌，我爱加倍搁较骨力拼，你迄当会够想安尼？是啊，做朋友先困斗阵，感情慢慢接近。日思夜梦嘛。是啦，啊，即句就是真正是咧，应该是做眠梦的时候去想到的一段两句啦。这个乐句呢，我一起床了，我就紧的，喙也无洗，我就紧的就写，差不多1点钟就把这个作品完善了。就摕这个作品呢，和这个韩星光老师讲，第一首歌已经有了，咱来开会安尼。这个沈光元听了这个作品呢，就认为讲有谱了，好吧，就开案了安尼。梦中迄个人，深深的思恋，爱你2字，煞无地藏。为你心乱，谈人情，为爱出汗。有人心像温柔港，港条心，港条船，来客航。谈人情，为爱要乱。有人心。情人痴心无罪，就不愿放。爱你2字，煞无地藏。茫茫，为你心乱，男人情
男人情为爱要乱，女人心为你打扮，痴情人痴心无做，手不愿放。男人情为爱出帆，女人心像温柔干，讲条心讲条船来客航。男人情为爱要乱，女人心为你打扮，痴情人痴心无做，手不愿放。连续2底家己目前的专辑，嘿，反应拢袂歹，谢谢。拢有入围金曲奖。哪会讲话来到无啊？又果是啥物款的缘分？是啦，因为咱见好就收嘛，吼，有当时咱年龄也有啊，所以咱毋通阁想讲伫目前吼，要含这少年啊拼天下，咱就会当做幕后，咱就退居到幕后，想袂到讲退居幕后嘛，推出足侪歌曲，足侪歌王的啊吼，譬如讲歌曲，咱的江蕙啦、依林啦、黄妃啦、曾心梅啦、孙淑美这拢等等等，咱拢有共真正好好吹敲着，互因摕着这叫做金曲歌后。有影，尤其黄妃规张咱甲制作起来，10条写9条，都拄伫产后。老师，我产后安尼，我讲产后上好，你拄静养一个3个月，把身体保护好。伊迄足专业，不专业又敬业。人安尼进棚的时阵，人迄是时间到较去，甚至提早半点钟尔，伊提早点外钟就去遐咧运动，去迄个录音棚的附近走过那练，走到规身躯流汗安尼，较迄个先算呼噜一下，安尼马上来唱，其中迄条飞入你心底 ，one take。一个入去，连改都不改，从头唱到尾，4分外钟，砍肉，这真恐怖的啦！佮毋捌拄着歌手安尼上紧的单雷，较半点钟一首，伊是5分钟，所以这首歌摕到这个金曲奖所以真感动我会记你摕到这个勇夺金曲歌后的时第一句话了。我最感谢郭志毅老师，其实我嘛听了就感动的，因为伊克服太多困难的。一个孕妇，伊一个心愿想要安尼怀孕，想10几年啊！我拄甲介绍去一个中医的，阵安尼毋知安尼一个滴落煞着做啦。阵喜获麟儿了后，搁再唱片，搁再摕到金曲歌后，哇，双喜临门！所以因头家华特的头家也替伊足欢喜的。因为当初是有交代郭老师，这张好好甲阮吹敲一下。我讲，我会尽力。只要唱片公司头家若愿意放手，咱咧吹敲应该是拢较孔雀开屏啦，有法度安尼百面的，照顾较会着。当时唱片公司难免会限制这限制这迄阵咱就有当时较歹出力。所以这有当时就是讲，头家人对咱对市场性有信心，伊就交重互咱，咱就会当全力以赴啊。像安尼歌手有2、3个拢足幸运的，包括真心的也是，规张甲制作落去，伊第一张白头章就摕到，为美华摕到一个金曲歌后真欢喜，真荣幸啦所以咱做音乐的人上大的安慰就是讲得到业者、得到头家人、得到歌手的信任，这足重要的。所以这张专辑呢，我邀请我甲已经签离，我唱的这个音乐制作公司签已经10几年的一个歌手郑乔安老师安尼我邀请伊来含我安尼共同来打造。所以咱签艺人，就是讲爱互艺人机会，连这款遮重要的工作，咱嘛大胆招咱的艺人共同来写，共同来做。所以郑乔安老师嘛真出色啦，伫这张专辑黄飞的这张专辑内底。勇夺
金曲歌后，咱当之无愧。是毋是这个心理？工会甲你开喙讲，来甲我写歌，哇，风中的蜡烛就弄落啊，就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啊。是啦，汉地人知影这个来龙去脉啊。为工会写这呢，是迄个时阵叫做雅律唱片公司，这个总经理刘真啊，甲咱开喙邀请。伫迄个当时呢，当然咱要帮天后志写歌的时阵，虽然咱作品已经2000几首去了，但是这个天后志的这作品啊，已经可能你要超越你写过2000首，你较有法度互人介意着，你较有法度至少二节伊的认同。想袂到讲拄好伫一个介城市一个大风台啦，大风台的阴暗，砰一个厝邻的电筒附近的电筒砰去，规个拢熄电啦。迄个时阵，咱规个客厅熄电的，咱就第一去找即个蜡烛，摕即个番仔火，这两项一定要先找啊。厝内阮祖囝就甲即个物件，爸爸，就起来，我就点落。一点落，窗仔袂赴关，风就吹入来风台天嘛。点落个蜡烛，风搁吹落来，无火气啦。到那一刹那的灵感，咱杀掉了。那这个风台的这个为风旁为窗仔旁吹入来风较大，竟然这个蜡烛心袂火气。迄个时阵足珍贵的。慢慢，迄个火焰直直倒起来的时阵，咱就开始迄个念头落来啊。这好像是时代的一个写作，一个写照，就是讲时代拄着环境的压迫，你愈爱发扬光大，要怎发扬光大？先稳扎稳打，先守住稳住，环境无可能永远那歹，也慢慢可以发扬光大。时机来，咱来掌握；时机还未来，咱大家爱低空飞过，稳的，先稳落来。阵啊，慢慢迄个概念呢，就写这个女人其实也可以当家的，写这个物件为阿辉的这个主题，和阿辉来唱《大时代》。这首歌就是在写女人当家，在一个对的时代，她应该要站出来。我听子宏老师讲伊这也是唱3工拢唱袂好啦，可能伊就是讲。想要把这个作品好好表达伊的心声吧，因为既然这么有时代力量的迄个感觉，伊希望会当好好来诠释这个作品。完了之后有打电话给我，老师伊3工拢唱袂好呢。我讲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观念啦，因为人唱着伤心事，唱着伤心的年代，难免拢会流目屎。这条歌就叫咱袂使流目屎，目屎吞落去。吞落去就对了，你今日人有力量，甲吞落去，你就又超越你自己了。所以这足难的，男女拢是讲足难的。但是大家试看卖，那这句话有法度打醒你，阿辉咧唱，都袂流目屎咧唱，就会愈坚强来发挥这首歌。所以伊伫迄首歌内底，迄个尾句四次的咪啊，伊拢是唱到。非常有感觉的，拢大不相同，拢赞加的感觉。所以这个作品的一个首，一张爱到迄张专辑内底第一首就推出来。一个阴暗路拄咧食暗顿，哇 MV 就出来啊，规拢暗，足济迄蜡烛火，这个 MV 我一看，哎呦，阿辉，风中的蜡烛一看扑出来，果然是，所以咱咧。心有戚戚焉咱对时代音乐的迄个感应度含歌手本身的迄个属性，咱应该是写了真准啊。而且在讲这个时阵，咱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嘛讲这个时期，老师去美华，甲换10档的音乐总监。是。这个是什么款的缘分？是啊，当然这当中呢，有一个足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丁晓文。丁老师哦。是啊，甲咱安尼邀请入来。讲现此时呢，伊可能要无用这个有台的一个节目要去当这个评审长可能希望郭老师会当入来遮会当独挑大梁。迄阵我嘛安尼受宠若惊啦，比方是帮一间写太多，即摆想要伫一间内底有14个歌手交互你的时阵，要安怎甲一间公司的歌手做出色？所以迄阵我就
提出一个方案，我向董事长讲啊，我希望即马咱台湾的市场吼对唱的歌较少啦。我希望一张内底我会当甲你写3条对唱。哇，头家人一听哪有可能啦？安尼第一会浪费买，第二敢有可能较侪量？一般拢一张一条就足多啊。我就坚持拢3条对唱的。嘛有网友咧讲吼，讲啊，若作品伤济吼，有当着啊就会安尼，这条甲迄条，起来买共。啊，有人甲你对比，讲你一条歌会当安尼做几落个版，啊，这老师你敢要公开安尼甲大家回答一下？是这好啊，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风格嘛，我无去仿啥物人的。啊，但是我这个出发点是因为歌手希望我打造另外迄个歌手的迄首歌，啊，咱就想啊，若咧食曲风会伤共，老师毋是干那会晓写这尔嘛？无啦，老师我太介意款的，你甲我打造这啦，吼，甲我打造像迄某一首歌。头家人就讲好啦，老师啊，你歌手咧讲啊，你就尽力啦。我讲毋是啦，咱做版权的吼，做敏感的，这尽力伤共嘛袂使啦。包括编曲的这个尤景阳老师，伊嘛咧，大家拢咧听，拢咧笑讲，老师也毋是干那会晓写一路的呢，无啦，啊，就歌手介意，吼，所以有时候就是硬着头皮去干这件事情啊，哦，可能每一个歌手拢有一个癖好，也无一定，伊认为讲啊，这款歌，那我来唱煞无百面好诶，啊无老师你我甲我吹箫一款类似安尼歌。吹箫无成功，买啦，老师尽量较成的。哇，听了这款话时，咱实在讲的嘛无力感啦。我都毋是干那会晓做，所以造成吼这所谓的这粉丝啦会误会，哦，这款完全毋是安尼。海鸥多，哟哟。哎呦，女人心像风中的蜡烛，秋风微微啊。受尽刺激，月光也在闪烁，黄昏褪色，女人啊，无言是美着。女人心像风中的蜡烛，秋风绵绵呀，受尽打击。天顶啊，在闪电，黄昏变色，女人啊，安难是欺骗。天生温柔啊，是女人的本色，该当疼惜啊，是男人的选择。风中的蜡烛，心碎流红泪，无人看见，无人来安慰。啊，风中的蜡烛，像风雨的冷滴，啥人来解围？阮将分别交予伊。心像风中的蜡烛，秋风绵绵呀，受尽打击。天顶啊，在闪电，黄昏变色，女人啊，安难是欺骗。天生温柔。是女人的本色，该当疼惜啊，是男
选择风中的热情，心碎流眼泪，无人看见，无人来安慰。啊，风中的热情，像风雨的冷滴，啥人来解围？阮将分别交予伊。风中的热情，心碎流眼泪，无人看见，无人来安慰。啊，风中的热情，像风雨的冷滴，啥人来解围？阮将分别交予伊。啥人来解围？阮将分别交予伊。人讲三爱新人爱旧国情呢，即个人佫有会啊，拢咧讲古早的代志，所以我嘛是要佫再欢迎迄个查某囡仔陈乔安老师，欢迎。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乔安。头一摆甲郭老师见面是伫什么款的？哦，迄当时是伫咧录音室，因拄啊需要要唱一个 demo 啦，然后我的朋友的，就是录音室内底头家，就打电话给我，就甲伊推荐啦。其实我嘛期待足久的啊，好，我讲好哦，好，我来试看卖啊。啊，迄阵就约好时间来的时阵伫录音室，然后伊就摕一个歌谱给我，伊讲这首歌。好，你来唱，你唱看卖。唱了后的时阵，伊就惊到。我计是我唱了无好，伊讲你竟然有法度一届就甲唱好。哎，结果我嘛是感觉很奇妙，可能是足久无唱，啊嘛是就爱唱的。好，因为迄时我拢伫教会，所以拢弹琴较侪，啊所以看谱会较紧。所以到尾啊，我唱好的时阵，伊甲我讲，迄首歌要互我做伫我8年专辑内底一首《爱情袂分芳》。老师，甲阮回想一下，你亲听到郑老师的歌声，是，迄个伫录音室，你有啥物感觉？我感觉讲，这个歌手袂使埋没，一定爱有机会。所以我制作做这机会，甚至替伊把握住很多机会，包括帮唱片公司，每一间唱片公司差不多伊拢有写着，大间细间拢有写着，为的是什么？互伊拢接触到。啊，互这个唱片公司的头家啊，也是艺人歌手，拢熟悉伊，所以直直去甲推荐。只要伊完成的作品，我感觉会使，我就推荐。一推荐出去，99%拢成功。哦，老师，即马吼大调的歌足济呢。是，毋是咱准，是伊搞。大调的歌遮济，但是老师咧讲的市场已经无共啊。老师点阅率上悬的遐个歌。敢若真侪拢袂长的，对无？是。啊，无法度，台湾的市场伊就是安尼嘛，无法度啊。哦，所以台湾的市场，你做恁的，阮就一寡人，阮就往别个所在去咯。为什么？因为你互人无机会，人自然会去找机会，会去找路啊。所以即款就是讲台湾家己害死家己啊。讲起来，对一个作者来讲，创作的人。你讲叫你规个歌袂长，这有一个心理压力。啊，毋过你先开始决定要去厦门吼，迄是完全是青疏的所在。卡棒歌咧，安尼去发挥，一定我那遭遇到足侪坎坷，还是讲我毋知影辛苦对无？去遐面对真侪冷嘲热讽，这种必须要经过，这无重要，重要是你有法度伫地方上做出啥物成绩。这个当中有足侪咱台湾的音乐人去遐，包括钢琴老师，包括词曲的作者，包括制作人，包括音乐人，拢去遐想要会当一探究竟，但是无一个成功的。所以我伫遐用了10年咯，伫遐看足侪，听足侪，但是咱也是
足小心咧经营咱家己的。有影下心情就可以接。老师，我要请教你，甲郭老师熟悉了后，有影讲安尼路线真宽吼，真侪唱片公司原来拢开始用你的歌，用甲真轰动。毋过郭老师讲行，咱来下问，你哪对伊行呢？我去吼，真正人地青疏啊，甲即马已经有成绩啊。是啊，因为凊头去的时阵是。确实是文化跟咱台湾是无共啦，所以迄阵拄去的时阵足袂习惯的。但是你无法度，你一定爱入境随俗，对，就开始去豆豆了解因的想法啦，佮甲因所有一寡文化的关系，所以豆豆就会甲因去变做一个朋友安尼，才有法度讲会当甲因去。做一个接触啦，所以豆豆去了解，佮知影讲因听的歌是倒一个内容的，所以就爱佮写比咱台湾传统佮较咩讲，佮较接地气。还对我来讲是足挑战的啦。老师，恁两位安尼专工伫节目中，甲阮对象甲阮发表，痴心无做，这条歌是毋是就老师你咧讲的讲？爱食香港零，台湾甲迄边拢要互轰动安尼。是，就是讲这个歌吼较接地气啦。因为我即届要发我第4张专辑嘛，嘛是写甲就是很甲因迄边较接地气。因为我即马是较侪时间是伫迄边咧发展嘛，所以你写出来的即个口味袂使讲伤新。比如讲参米酒杯迄种的，还是讲我进前8年迄种沙人黑哦，伊会较听无，所以我必须就顶一张暖暖七情港的成绩算袂歹，所以就搁继续即个暖暖七情港即个口味落去写。台湾有真侪首拢千外万的点阅率啊，千外万伫遐是拢已经是无可能的代志。因当地拢差不多8000上侪啦，5000安尼尔。阮伫遐做的作品拢3000几万，像台湾有一首歌伫遐4000几万的点阅率啊！迄是5年前的代志啊，真轰动。写互另外一个素人。阮家己的作品啊，拢3000几万、3800几万、4000几万拢安尼。互咱做到的有即个机会，有法度通透。但是呢，咱就是珍惜这点，这就是咱台湾人的一个小小的荣光啊！真正。互阮感觉足幸福，嘛真正互阮感觉足安慰。老师真正是徛伫台语歌的市场，安尼不断地咧创新。听到乔安老师甲郭志毅老师，今嘛才发挥，我相信讲所有恁的歌迷一定拢真欢喜。老师今日来到节目中吼，嘛亲像迄天乔安老师来共款，互阮邀请你伫咧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甲阮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见，谢谢。老师请坐，老师请坐，谢谢。多谢郑强安老师，多谢郭志毅老师专工来开讲。老师今日甲阮讲足济，我真正咧足感动，我嘛足诚意希望讲，恁的歌继续感动所有的台湾人，足希望讲台语歌亲像老师的作品，风中的蜡烛同款。会当安尼，虽然风来，但是拍袂花，继续坚强。多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是咱足诚意讲的，就是